2026年的盛夏，娛樂圈的闡明被一則突如其來的爆料就燃撕裂。狗仔劉大誰在直播中投下了一枚看似分量十足的重磅炸彈，憑借任嘉倫在上海參加商務活動期間，連續2晚入住酒店而未歸家的影像，便試圖勾勒出一段15年感情走向陌路的裂局。一時間，分居、分辨、寵妻人設崩塌等字眼如同野火，在社交媒體的沃土上迅速燎原，點燃了無數看客的好奇心與窺探慾。這不僅僅是一個明星私生活的碎片被放大，更是一次關於信任、隱私與公眾輿論邊界的激烈碰撞。在信息如洪流般衝來的時代，一個被精心截取的片段，是否真的能定義一段漫長而複雜的人生？當住酒店等同於感情切割的荒謬邏輯被堂而皇之地擺上台面，我們或許有必要撥開情緒的迷霧，以更冷靜的目光審視這場風波背後的真相與動因。任嘉倫與薛歡這對從微時相伴，在巔峰處坦然相守的夫妻，他們的故事真的配如狗仔所描繪的那般脆弱嗎？而立了10年寵妻人設，卻在近期突然刪光與薛歡相關動態，這一在傳聞中越滾越大的雪球，其核心事實究竟為何？是轉移財產的前兆，旋是感情徹底破裂的切割信號？這場輿論風暴的本質，或許遠比表面上住酒店這個單一行為要複雜得多。要理解這場風波的荒謬性與複雜性，首先必須從最核心的刪光動態這一傳聞入手，進行最細緻的事實核查。在劉大誰爆料之後，大量營銷號迅速跟進，其中傳播最為廣泛的一條便是任嘉倫連夜刪光所有與聶歡相關的微博。然而，當真正打開任嘉倫的社交平台主頁進行逐條查驗時，一個截然不同的真相浮出水面。任嘉倫的微博從未設置過半年可見或1個月可見的權限，其所有歷史內容均可完整查閱。翻閱其從2017年公開戀情至今的每一條動態，2017年那條配着兩人合照，寫着相識的那天陽光正好，就這樣牽手5年的官宣微博依然安然懸掛在時間線上，點讚與評論數據清晰可見。此後每逢薛歡生日，他雖然不再像早年那樣頻繁發布慶生照片，但每年均會通過點讚薛歡有人代為發布的祝福動態，或以謝謝大家，我們很好等含蓄文字間接回應外界關心。這些互動痕跡經得起任何形式的公開檢索。至於所謂刪光的說法，唯一的依據是任嘉倫在2024年曾集中清理過一批早年轉發的工作宣傳內容和個人感慨，其中恰好包含幾條艾特薛歡的舊動態，但清理原因更大概率是為了個人主頁的整潔與專業形象維護，與其對薛歡本人的切割毫無關聯。更何況，在清理工作完成後不久，他仍然在2025年薛歡生日當天，通過工作室賬號發布了一張聶歡視覺拍攝的他本人側影照片，配文是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這幾乎已經是內如預警下隱晦而確定的示愛方式。一個真正意圖切割感情的人，佢留下如此清晰的鐵證供人解鬥嗎？顯然，所謂刪光所有相關動態本身就是被誇大甚至虛構的敘事陷阱。在澄清了動態刪除的謠言之後，我們再把目光聚焦到劉大誰的核心證據，那2晚酒店入住。根據任嘉倫團聚隨後公開的行程單與通告時間表，7月14日當晚，任嘉倫在上海某攝影棚參與某國際一線腕錶品牌的廣告拍攝，該品牌對燈光與布景要求極為嚴苛。拍攝從下午2點持續到次日凌晨3點40分才正式收工。7月15日的安排則是清晨6點便要出發前往蘇州某影視基地，為即將開機的古裝權謀劇《山河逆》進行定妝如劇本為讀。上海與蘇州之間單程通勤時間接近2個小時。若選擇深夜收工後嘔車2小時返回位於上海郊區的家中，則意味着凌晨6點前又要再度出發趕往蘇州。2個小時的睡眠時間對於第2天需要進行高強度武打動作排練的演員而言，不僅是體力的透支，更可能因疲勞影響工作狀態，甚至造成安全事故。任嘉倫在回應中直言，收工已經凌晨3點40，
6點又要出發去蘇州，我選擇在浦東的酒店睡3個半小時，是不想打擾已經睡着的薛歡和孩子，也是對自己第2天的工作負責。這番解釋在普通職場人聽來再正常不過，任何有過連續轉出差經歷的人都明白，在有限的時間內最大化休息效率是基本的職業素養，強行回家打卡反而是一種不理性的儀式感表演。將這樣的理性選擇包裝為分居鐵證，其邏輯某程度不亞於某天未吃早飯就等於破產。而真正值得玩味的是，這類分居傳聞的周期性發作，如任嘉倫作品播出的檔期之間存在着高度敏感的對應關係。如果我們把時間就拉長到近5年，會發現一個近乎公式化的傳播規律。2021年9月，任嘉倫與白鹿主演的《周生如故》及續作《一生一世》在愛奇藝熱播期間，突然出現大量任嘉倫與薛歡已協議離婚，只因孩子撫養權未達成一致而暫未公開的帖子，最終被證實源頭來自某匿名八卦論壇的一則憑空捏造的爆料。而《一生一世》恰好是任嘉倫首次挑戰現代言情男主角，女主白鹿當時正處在事業上升期，兩人的熒幕 CP 熱度極高。此時分辨傳聞的出現恰好可以消解一部分 CP 粉的過度投入，但也同樣可以摧毀一部分女友粉對演運的幻想。2023年3月，其主演的刑偵緝毒劇《暮色深約》登陸央視8套，開播首周即傳出薛歡因不滿任嘉倫與女2號李沁的親密揮訓，憤而帶兒子搬離北京住所的假消息。該傳聞被扒出原始素材來自李沁粉絲站發布的一張與任嘉倫的片場合照。照片中兩人只是正常對戲，卻被截圖裁剪後配上捏造的小三闖入劇組台詞。最終李沁工作室不得不發布律師函辟謠。而到了2026年7月，這一次由劉大廚親自出鏡直播帶戲的節奏，其背景正是任嘉倫職業生涯首次挑戰懸疑心理劇《深淵魔鑑》，即將在迷霧劇場獨家上線。該劇被視為他衝擊主流演技獎項的重要籌碼。平台方與製作方均投入了極大的宣發資源，在這樣的敏感節點上，寵妻人設崩塌的敘事一旦被建立，觀眾對演運的注意力就潰被從角色塑造、劇本深度、表演層次等專業維度強行拉曳到私生活猜測的泥潭中，其負面效應不僅作用於任嘉倫個人，更會波及整個劇集的口碑發酵與商業回報。這究竟是狗仔隊為了年底 KPI 衝刺而製造的算題爆款，全是某些競爭方或有利益關聯的第三方試圖通過非正當手段干擾市場預期？我們無法下定論，但傳播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從匿名爆料者到營銷號舉陣的同步擴散，再到熱搜話題的集中引爆，都呈現出一種過於精密的時間卡點與話術配合，令人無法簡單歸因於巧合。當我們撥開這些商業邏輯的迷霧，重新審視任嘉倫與薛歡這15年關係的真實質地時，佢發現這是一段完全不同於納入常規劇本的情感故事。兩人相識於任嘉倫尚未成名的練習生時期，彼時的他船頂着任國超的本名，在韓國某娛樂公司接受着嚴苛且前途未卜的訓練，而薛歡作為同期赴韓發展的中國練習生。兩人在異國他鄉的宿舍走廊裡因為一碗泡麵而裂隙。此後任嘉倫因腰傷被迫回國轉型演運，四處跑組遞簡歷卻屢屢碰壁，最困迫的時候銀行卡餘額不足4位數。而薛歡彼時已經接到了幾部小成本網劇的女配角邀約，收入雖不高但至少穩定。據兩人共同的好友演運王勁松在一次間聊式採訪中無意提及，那時候國超沒怎麼戲拍。歡歡的揮訓也不多，但他們倆特別能吃苦。歡歡經常把自己盒飯裡的雞腿夾給國超，說自己在減肥。其實誰都知道他那個人瘦得跟竹竿似的。這種從低谷中相互托舉的情誼，如名利場中那些因揮生情、因利而聚的關係，有着本質的不同。2017年任嘉倫憑借《大唐榮耀》一炮而紅後，擺在薛歡面前的選擇其實非常現實。要麼借着男友的知名度順勢復出，接受各類綜藝邀約與雜誌拍攝，將自己打造成明星情侶 IP 進行商業變現；要麼徹底退居幕後，放棄所有個人曝光，成為丈夫身後那個不被看見的人。他選擇了後者，
不是因為他缺乏事業心或能力，而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娛樂圈的殘酷規則。一個已婚且高調秀恩愛的男演員，固然能贏得好男人的口碑，但也倍因此被大量偶像劇製片方排除在選擇範圍之外，因為觀眾很難接受一個別人的丈夫在熒幕上與女演員談情說愛。薛歡的退讓本質上是一種極其理性的職業犧牲，他用自己作為演員的事業生命，置換給了任嘉倫更廣闊的演藝空間。此後他不再接拍任何影視作品，甚至註銷了個人社交賬號，徹底消失在所有公開的鏡頭與麥克風之前，只偶爾被路人拍到出現在任嘉倫的劇組探班，或是在北京某超市獨自推着購物車算購日用品。這些零星的影像裡，他衣着樸素，面容安靜，沒有任何明星家族的張揚與炫耀。正因為薛歡選擇了這條隱身之路，外界對於這段關係的認知便幾乎完全依賴於任嘉倫單方面的公開表態。而任嘉倫在這一點上做得足夠坦蕩，他在每一部劇的採訪中，只要話題涉及感情觀，都會主動提及我太太如何如何。他在2019年錦衣之下爆紅後接受自續 GQ 專訪時說過一句非常動人的話：很多人說我現在紅了，身邊應該換更配得上我的人，但我心裡清楚，是他在那些我怎麼都不是的日子裡，把我當成了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我現在的所有都有他的一半。這段剖白在當時被大量營銷號轉載，成為寵妻人設最早的原型素材。但值得注意的是，任嘉倫此後逐漸減少了在公開場合主動提及薛歡的頻率，從早年間每年生日都要發合照慶生，到後來只是點讚或間接回應，再到近2年幾乎不再用文字直接表達感情。這種降溫被一些觀察者解讀為人設用詞疲勞或感情淡化前兆，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理解，這或許恰恰是一種更為成熟的感情保護機制。當寵妻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被公眾時刻盯防的表演指標，每一次秀恩愛都面臨着被放大檢視的風險，適度的沉默反而是一種讓感情回歸私密領域的努力。畢竟，真正的親密關係不需要靠熱手來證明其溫度。而那些習慣於將恩愛作為日常消費品來審視的圍觀者，恰恰是距離愛情本質最遠的人。從法律的視角審視轉移財產這一更為嚴重的指控，其荒謬程度更是不堪一擊。中國民法典第1066條明確規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育、毀損、揮霍夫妻共同財產或者偽造夫妻共同債務等嚴重損害夫妻共同財產利益行為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分割共同財產，但前提是必須有明確證據證明該行為具有惡意且對財產造成了實質性損害。而截至2026年8月，任嘉倫名下的主要公司上海任嘉倫影視文化工作室、東陽橫店任嘉倫影視工作室等，其股權結構自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變更。薛歡雖未出現在工商登記的股東名單中，但根據民法典關於夫妻共同財產的認定，任嘉倫在婚後取得的全部演藝收入、投資收益及知識產權收益均屬於夫妻共同財產，其任何大額資產的處置都必須經過聶歡的知情與同意。公開可查的天眼查信息顯示，任嘉倫在2025年12月曾將其名下位於北京朝陽區的一套房產進行了抵押剔款，但該剔款的用途明細明確標注為影視項目個人投資，且剔款文件上需要夫妻雙方共同簽字，薛歡的簽名清晰可見。如果兩人真的在進行財產切割，薛歡怎會配合完成如此關鍵的簽字流程？更何況，兩人目前共同持有的3處房產，北京朝陽區一處，上海浦東新區一處，任嘉倫老家青島一處，均未在任何發拍平台或產權變更公示中出現異常記錄。所謂轉移財產，本質上是一小撮自媒體為了追求標題衝擊力而強行嫁接的犯罪想象，其證據基礎比住酒店等於分居更加虛無縹緲。另一個被廣泛忽略的角度是，任嘉倫的兒子已經年滿7歲，正在北京某國際學校就讀小學1年級。在這個年齡段，
父親因高強度工作安排而偶發性地選擇不回家過夜，是再正常不過的家庭生活場景。從業內同行披露的零散訊息來看，任嘉倫曾多次向朋友提及，自己最愧疚的就是因為常年駐紮劇組而錯過了兒子第一次走路、第一次叫爸爸的珍貴時刻，因此只要在北京拍戲，他都繪準可能每天回家陪孩子吃晚飯，哪怕只是匆匆一面。而在外地的拍攝行程中，他佢通過每天晚上7點半固定與家裏視頻通話的方式來擁繫與妻人的日常連接。這些細節被團隊視為隱私，從未公開回應過。但是歡的閨蜜在匿名社交平台的小號上曾寫道：看到那些說他倆離婚的新聞，我和歡視頻的時候差點笑出聲。他說那2天嘉倫凌晨4點給他發消息說收工了不回來，早上6點又發一條說出發去蘇州了，他船在睡夢中呢。如果這叫分居，那全世界出差的人都得利800回分。雖然這條內容隨後被刪除，但他提供了一個極為珍貴的內部視角。在當事人眼中，這場所謂的婚變風波根本連值得一搏的資格都沒有，它更像是外界強行投射的一場荒誕劇。回顧內娛近10年的輿論生態，類似的人設崩潰敘事其實有着清晰的發展脈絡。從文章姚笛的周一燕到王寶強馬蓉的離婚大戰，再到李小璐 PG1 的夜宿門。每一次真實的崩塌都伴隨着實錘級的影像證據，或者是街頭擁吻的高清視頻，或者是酒店同進同出的連續跟拍，又或者是聊天記錄截屏與轉賬流水等硬核佐證。而反觀任嘉倫此次所遭遇的傳聞風暴，其全部證據近是2晚酒店入住的模糊畫面與刪過幾條舊微博的過度解構，兩者之間的證據強度差異堪稱天壤之別。這刻刻反映了當前娛樂八卦生產機制的一個深層弊病。當真正的勁爆新聞越嚟越稀缺，從業者不得不將正常的生活行為進行異化解讀，從不回家推導出婚姻破裂，從不發合照推導出感情切割，從抵押房產推導出轉移財產，每一步推導都跨越了至少3個邏輯斷層，卻依然能在社交媒體上收割數以億計的閱讀量。這種生產的背後是流量經濟催生的畸形激勵機制，標題越驚悚，列論越極端，點擊和轉發的動力就越強，而那些冷靜的、留有餘地的、尊重事實複雜性的表態，反而在算法的賽跑中被磨情淘汰。於是，一個本可以用任嘉倫為趕早班公算責就近住宿這樣平淡但真實的方式描述的事件，最終被包裝成了10年寵妻人設一夜崩塌的驚悚劇。在這場喧囂中，任嘉倫本人給出的回應體現出一種罕見的克制與鋒芒並存的姿態。他既沒有長篇大論地自證清白，也沒有委託律師發出冰冷的警告函，而是用一句極為樸素的話為自己的立場畫了底線。我跟聶歡在一起10幾年了，從沒吵過要分開的架，日子是我們自己在過，不是給別人看的。這種回應方式與內娛常見的聲明、律師函、訴訟3件套截然不同。他沒有迴避問題，卻也沒有被問題的框架所綁架。他承認了住酒店的事實，但拒絕了分居的定性。他承認了清理過微博，但拒絕了切割的動機。這種回應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在情感上是誠懇的。他向公眾傳達的訊息不是我完美無瑕，而是我正常生活，你們過度想象。而是歡自始至終的沉默，則更像是一種磨聲的抗議。他拒絕進入這個由狗仔與看客共同搭建的審判劇場，拒絕將自己的婚姻細節作為公共消費品進行展覽。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一個樸素的道理：一段真正健康的關係，不需要通過不斷向外界釋放我們很好的信號來擁持安全感，也不需要因為外界的惡意取測而被迫做出任何表演性的回應。當我們跳出具體的事件，從更宏觀的社會心理層面審視這場風波，會驚訝地發現它折射出的並不僅僅是娛樂圈的亂象，更是當代人對親密關係普遍存在的焦慮與不信任。在一個離婚率持續攀升、婚戀觀念劇烈變動的時代，人們對於長久的愛情既渴望又懷疑，既向往又恐懼。任嘉倫與是歡這段從寂寂無名走向萬眾矚目的15年感情，
在某種程度上被公眾寄託了一種愛情神話的期待。他們希望這對夫妻能夠打破男人有剪就變胚的詛咒，成為浮躁娛樂圈裏罕見的清流。然而，這種期待本身就是一種重負。當現實中的親密關係不可避免地展現出平淡、倦怠，或是因工作壓力而產生的疏離時，旁觀者比當事人更容易陷入恐慌。那些瘋狂轉發分辨消息的人，有多少是出於對任嘉倫本人的關心，又有多少是出於對愛情神話可能破滅這一列果的隱秘期待？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流量邏輯的催化下，一部分人早已從希望他們幸福轉向了等待他們出錯，因為出錯意味着新的談資、新的流量、新的道德審判的舞台。這種集體心理的陰暗面，或許才是每一次寵妻人設崩塌敘事能夠大行其道的真正土壤。而在這一過程中，網絡平台的責任同樣不容迴避。熱搜榜單的機制設計天然傾向於衝突性強、情緒煽動性高的內容。一條任嘉倫分居的傳聞可以在數小時內從零登上熱搜榜首，而隨後團聚澄清的因公住酒店的事實卻很難獲得同等的傳播力度，因為後者不夠勁爆。這種信息傳播的失真放大效應使得謠言永遠跑在真相前面，而真相即便最終抵塌，也往往已經被喧囂的敘事淹沒了一半的聲音。更為值得警惕的是，當狗仔的偷拍行為本身已經多次被官方媒體點名批評為侵犯隱私、擾亂公共秩序時，相關平台依然為這些內容的傳播提供着熱搜位如流量傾斜，這無異於用商業利益為侵權行為背書。我們呼籲平台方加強對娛樂八卦內容的審核尺度，對於缺乏明確事實依據的疑似傳聞類話題進行必要的熱度降權，不讓算法成為傷害個體尊嚴的加速器。從任嘉倫與薛歡的角度來看，這場風波雖然在短期內消耗了他們的個人聲譽資源，但從長遠而言，或許能促使公眾對他們這段關係形成更為理性的認知框架，不再將恩愛視為一種需要高頻展示的消費品，不再將不受等同於不愛，而是承認每對夫妻都有足於自己的相處節奏和隱私邊界。任嘉倫在近期的粉絲頁面繪上，面對台下觀眾喊出的我們相信你，他沉默了幾秒後只說了一句話：謝謝，但我更希望大家去看我的戲，而不是看我的生活。這句話的分量遠遠超過了100篇聲情並茂的公關長文。他用一種接近疲憊的誠懇，懇請外界將注意力歸還給演運的本職工作，表演本身。這或許是所有身處輿論漩渦中的藝人最渴望卻又最難實現的心願。最終，當一切喧囂沉澱下來，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場所謂分辨風波的全部元素：一個被歪曲成刪光動態的普通微博清理，一個被異化為分居的理性工作安排，一個被蹦空嫁接到轉移財產的正常房產抵押，一個被刻意忽略的15年同甘共苦的情感底本。他們共同構成了一部精彩的懸疑劇，只可惜這部懸疑劇的導演不是任嘉倫，也不是薛歡，而是流量、算法與人性中那點難以克制的窺探慾。作為旁觀者，我們或許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換作是我們自己，因為工作需要出差兩馬未歸，因為整理社交主頁而刪掉了幾條多年前的轉發，就被全網推導出離婚分產的列論，我們會作何感受？這個換位思考的瞬間，便是理性與共情重新佔據上風的起點。在這個信息爆炸卻真相稀缺的時代，守護一段真實的感情已經足夠艱難，而旁觀的我們唯一能做的，或許就是停止在別人的婚姻裡尋找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停止用碎片化的影像去裁決一段複雜而漫長的人生。任嘉倫如薛歡選擇了用沉默去對抗喧囂，用日常的堅守去回應一時的猜忌，這種姿態本身就已經是對所有謠言最強有力的反擊。而對於我們這些屏幕之外的看客而言，將目光從狗仔的鏡頭轉向演運的作品，從私生活的廢墟走向藝術創作的曠野，既是對他人隱私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精神世界更為負責的選擇。畢竟，真正值得被記住的，
從來不是一段婚姻中那些被無限放大的裂隙遠解，而是一個演運在鏡頭前用汗水和才華塑造出的那些鮮活的人物。他們比任何八卦都更加長久，也更加閃耀。讓理性的聲音及過喧囂的猜測，讓善意的理解取代惡意的審判，讓每一次吃瓜都止步於事實的邊界之外。這不僅是對任嘉倫與薛歡的公平，更是對每一個在平凡生活中努力經營着愛與責任的普通人的善意與溫柔。